国中有90%学生都是客家子弟。跳脱一般教学模式，以赏鸟社融入客语教学，借由学习鸟类生态，了解客家先民如何为鸟类命名。像是黑枕蓝翁就有一个很特别的客家名字。客家茅房旁边都会种一棵树，所以那个石刻鸟就会在树上。因为以前那石刻没有那个不会盖得太封密，密起来的，就会长出那石刻鸟就会在那边固着。大家注意，安静听，大家注意，点点糖。今天老师要介绍的是校园常见的鸟种。我们校园里面常可以看到什么鸟啊？麻雀。Here is vernacular。这个就会雕杆。这个是望远镜。国英课3语并用，课程更加生动有趣。校园中的客家文物馆，透过客英双语的解释，让外国人也能充分了解客家文化。红衣沟，beautiful。What's it made of? Good, everybody. It is made of bamboo. What's it? 当英语碰上客家，对外籍老师来说也是个特别的体验。他们在介绍的时候，就是好像他们当老师，我当学生。所以有一点点跟普通的老师跟学生的关系不一样。活化客语教学，增进学生对客家文化的了解和讲母语的自信，也为孩子们储存满满的知识力量。上课喽！大家注意点点糖，大家注意点点糖，大家注意点点糖。